哇！嚟到呢個2026年嘅呢個3月2號㗎啦喎，轉眼間嚟到第二日。今日呢個舊網友我哋 D100自己有 Daniel 啊，以前非常支持我嘅。咁啊啱啱咧就喺呢一個咧係歐洲翻咗去加拿大，咁啊話想參加翻我哋，咁但係咧就未夠時間，就即刻加入，所以特別喺呢度咧同佢講一講啊，送大包啊，送埋俾大家啦。咁啊今朝早個期指落到去呢個26800咧，亦都係我哋258啦，就喺呢個10點10分，我哋做一個即市指示，咁就測試法。預知升跌，即買即升，每日收錢。就喺10點10分呢度69590咧，就係買入呢隻牛證，亦都喺接近呢個26830咧，係揸期指嘅。咁今日仲有好簡單啦，我哋嘅牛證啊69590要買之外咧，就係呢一個咧係海洋石油啦，呢個88354310 9個先買1毫子買，今日去到毫七子，長揸不放。另外338。中國石油化工，我哋喺過四咧係買晒啊，全部買晒。咁就測試法預知升跌咧，同大家介紹一下啦。咁就測試法咧係俾技術分析。咁大家見到近日呢一個香港市況，阿里、騰訊338嘅一個港交所全面下跌，已經證實咗 JK Sir 嘅戇鳩牛市第二期，30歲財務自由嘅呢個老千 Keith 17次嘅人哋買入阿里，平均價160蚊，已經係輸到值㗎啦。再一次突顯咗技術分析係唔能夠幫到你嘅，唯獨我 BC Channel 早喺呢一個2000年啊，我哋36.com 亦都咧，我哋喺 D100啊有 Q 仔冇窮人，曾經係全香港最受歡迎嘅呢個網台節目裏邊咧，同大家分享過我呢個獨門5日測試法嘅威力。今日咧特別係送一次大包俾大家嚇，咁大家見到啦，喺琴日我哋已經大勝啊，上個禮拜因為我哋大勝就唔介意送下大包啦。上個禮拜星期二大跌，星期三反彈，星期四大跌，星期五反彈，琴日大食800點，所以今日送一送大包俾大家，就順便回應一下我哋 D100自己有 Daniel 咧，係問到今日即市嘅情況，咁但係我哋唔失拖，即買即升，日日都要贏嘅。咁啊當然唔少得呢隻883石油啦，咁啊金價繼續升啦，咁啊同大家講咗㗎啦，我哋呢一個咧 SLV 咧同埋呢個 GLD 就勁啦嚇，呢個美股角率大家提俾佢聽啦，就喺420蚊買，琴晚去到哇接近490啦，就唔受市況影響，亦都係睇死香港嘅股票，只有個別嘅股票我哋揀咗咧可以大升嘅，其餘嘅咧都唔能夠咧有呢個咁嘅能力啊，尤其是今日呢隻6088都係嘅，咁就測試法。揀選嘅股票並非一般主流 TVB 財經譚朗維或者係一個老千股評啊，30歲財務自由，而最戇鳩嘅就係收人哋13萬嘅 JK Sir 除牌牙醫，咁呢個姓陳嘅好似叫陳立展定陳展立唔重要啦，擦眉擦眼咁都係一個咧非常之差勁嘅人㗎啦，咁唔理你咩上市公司董事啦，逢親你一講到上市公司董事咧，我更加小心，唔係長實上市公司董事喎，唔係新鴻基喎，亦都唔係呢個 Nvidia。係一啲19公司嘅上市公司董事咧，大家更加小心。有一啲嘅人工咧係4800蚊嘅，咁就測試法預知升跌，再顯神通，今日喺度送一送大包俾大家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參加呢個 BC Channel 5日測試法特別嘅課程咧，係專門踢爆 JK Sir 同埋呢一個30歲財務自由嘅戇鳩技術分析。大家跟呢個 Wingo 睇嗰啲咁嘅位買入騰訊咧，叫人哋620蚊買咧，突顯咗呢啲技術分析咧，再一次證明咗我哋嘅優勝。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哋咁能夠駕馭市場，今日10點10分再買呢個恒牛69590嘅話，立即 WhatsApp 以下呢個 number。